后来这个纳入两党的总统初选，是不是要包括手机的民调？即摆也无结论。这个手机的民调甲市话民调到底差伫倒位呢？专家讲，市话民调会当根据电话簿做清测，分配无共县市受访者的比例。手机的民调较针对少年的族群，但是需要的时间甲成本，恐惊要加出2倍。手机民调是毋是要纳入总统初选？哪里即马拢无定论，但是甲市话民调比起来，专家讲拢有优点缺点。就只手机没有市话，大概占了40%。市话它是可以分成随机抽样，就是依照县市、依照乡镇。那手机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，它需要全体去抽样，所以相对的手机的调查的样本，基本上是会更贴近民意的。手机民调确实会当增加年轻族群的样本数，涵盖率较宽，会有城乡差距，需要时间较长，成本甚至超过2倍。市话民调当根据电话簿做清测，分配无共县市受访者的比例。来看即马参选人的看法，民进党总统蔡英文赞同手机民调，但是总统初选参选人赖清德无赞成。国民党部分总统初选以参选人朱立伦甲郭台铭赞成，但是吴敦义无认同。若是真正用手机对民调结果，敢会有影响？我并不反对手机民调，但是重点是怎么样调法。听取各可能候选人意见之后，再做最后决定。如果你在年轻选民的支持度高的人，他当然是希望纳入手机民调；如果你的支持度比较偏老，那当然他就反对手机的民调。专家建议，上好市话甲手机拢会当做伙用，但是比例各占偌济，嘛都爱讨论。毕竟2020愈来愈近，每一步拢有可能会影响局势。